主后2023年3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稣是常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10章第1节到30节。耶稣教示12个门徒以后，离开迄所在，去附近的城市教示人，甲传福音。约翰伫假年听到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找伊的门徒去，问伊：你就是得要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耶稣应讲：恁将所听到、所看到的去甲约翰讲，就是失明的人阁看见，骹歹的人行路，麻风病人清气，耳孔未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阁活，散车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，真有福气。约翰的门徒离开了后，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旷野是要看甚物？要看雨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，穿高贵衣服的人是伫王宫。安尼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，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阁较伟大。关系约翰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看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妇人人所生的，无人比施洗者约翰较伟大。毋过，伫天国上美事的，还比伊阁较伟大。对施洗者约翰一日到现在，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，凶猛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。先知甲律法所有的预言到约翰为止。恁若愿意接受这个预言，就会明白，约翰就是迄个得要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孔的着听。我着用甚物来比评这世代的人？因亲像一阵囡仔坐伫市场口，对另外一阵发。阮对恁分品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悲伤。约翰来，无食无啉，人就讲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，嘛食嘛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失甲罪人的朋友。不过，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。耶稣有伫一寡城市行真济的新日，遐个城市的人拢无悔改，伊就甲因责备。伊讲：搁拉信你该死啊！比赛代你该死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新日，若伫泰尼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麻衫洗肤悔改啦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伫泰尼甲西顿受的刑罚，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迦比农，你爱人甲你扑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间。伫你遐行的新日，若伫索多玛行，索多玛一定还留到今仔日。总是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地区受的刑罚，比你着受的较好忍受。迄时，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
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扛起来，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。爸以外无人捌囝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。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着爸我的担对我来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下用，我的担真轻。以上，耶稣是谁？你就是特别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耶稣的回答，哪像袂当互想要得到确定答案的人满意？总是耶稣提醒，着听候的毋是新约，是改变。人要认出上帝的心意，是失明的人搁看见，骹歹人行路，盲鼻人清气，耳孔未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搁活，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耶稣回答约翰的门徒，这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实现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，真有福气。耶稣阁讲，毋过伫天国上美事，要比约翰阁较伟大。伫遮所讲即句话，常常会受误解，认为约翰无重要。耶稣其实是表示，当天国临到，信主的细囝要甲约翰即位重要的见证人平起平坐。耶稣带来上帝国，反对者却迫害约翰甲耶稣，企图掠夺上帝国，引用误会、打标签的方式对待约翰甲耶稣，并无认真看待上帝册内的使者。耶稣的信仰毋是要证明家己，是要带领人认出上帝的喜年和上帝国带来的改变。家己哩三城的人无眼光，认袂出耶稣是谁，因为安尼有在会啊。泰尼西顿等外邦的子民认出上帝国的记号，搁因为相信耶稣悔改得到福气。耶稣为相信的人学了上帝，证明上帝通达的人稳藏伊的美意，却启示互无学问的一般人民。主耶稣为相信伊军队伊的人祈祷，互人毋免搁担背律法的重担。伊爱人无搁再负假，是学习伊的公义、怜悯甲谦卑的样式，安尼就通得到安息。1944年，罗炳东牧师去北港牧会，迄时拄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尾期。战后，罗牧师为教会争取到700平土地，却无够额的钱建堂。伊探听到当地上有钱的是北港朝天宫，所以去找迄时朝天宫董事长王银贵先生。两人见面的时，罗斯大胆提出需求，要向朝天宫借款建造教堂。当时也伫农会任职的王银贵思考了后，建议罗牧师向农会借款，伊会协助找担保，所以罗牧师向北港农会借款旧台币100万，兴建教堂。2年后，通货膨胀，国民政府下令把旧台币4万换做新台币1块。
登场时，罗斯甲教会会计摕新台币25块去农会结清贷款。放音柜满然接受基督的信仰，由罗牧师为伊施洗，也真做一段佳话。2022年2月以来，乌俄战争战火四起，中国也不断用军机军舰涉台湾扰乱，加上武汉肺炎疫情未煞，时局动荡带来物价大起、通货膨胀，世界局势甲台湾社会看起来也要害要惨。这时对咱上重要的是着认出主耶稣，听伊的声，知影是伊掌权。耶稣才是为咱带来持续佮永久改变的主。多多认出耶稣是神，咱才会当得到平安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耶稣是啥？伊甲我的关系是甚物？对我来讲，耶稣是啥？伊甲我的关系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认出你，搁清楚你的权能，互我伫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，伫你内面通得享受安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